啊是在地新闻继续来讲，代替新时代的票务系统，明仔载就要开放订票。啊，那这个订票的 App 共有5大功能哦，咱做伙来看。 以后搭火车不一定要临柜买票，现在台铁推出新一代票务系统，手机下载 App 也能买票。4月7号开始正式启用新票务系统整合新功能，包括 App 买票会使用信用卡直接付款，取得电子车票的 QR code， 免退票就会使入站，免排队，同时嘛较袂浪费纸。 买票时，系统会替你自动分单，佫会使选位，嘛会使建议你要安怎搬车较顺。人客会使依照时间、车次的需要先排，直接伫系统顶面订票。重点是订票，佫会使顺刷订便当。针对消费者或是使用者的需求，我们会做一些相关的这个改版跟升级，网站跟 App 的互相整合，还有提供多元付款的机制。 以及提供无纸化的这个 QR code 车票等等都算。啊，那关系买车票的，会觉得比较方便。对，很方便。年纪大了可能比较不会用。某民众讲，年假时车票足歹买，就算有法度选位，恐惊的帮助嘛无大。啊，到底有偌好用，就要等票务系统正式实施后，看民众的感受安怎。